去到邊都覺得好局促，所以今日咧就帶大家嚟呢度盡情伸展一下。哇！呢度連遙控直升機都有得玩啊！係啊，呢架模型直升機咧係由好多電子元件組成嘅。咁我而家就喺度做緊電子設備測試。嗰個電子裝置你哋自己安裝㗎？係啊，喺讀 High Dip 嗰陣咧 ，Ivy 已經提供咗好多專業嘅設備俾我哋做研究。呢啲經驗咧都可以幫助到我第日喺中大升讀 degree 課程㗎。讀完 High Dip 再入大學 ，good 喎！唔止理論知識 ，Ivy 用活動教學，唔係齋坐喺課室入邊聽書㗎。上堂嘅環境咁逼真，畢業之後咪好受僱主歡迎咯。係啊，我哋畢業班嘅學生咧有實習，咁可以咧適應將來嘅工作環境。咁好似我咁啊，我都喺中銀香港實習過。咁而其他學生咧就會喺會計師樓啦、寫字樓、健康企業實習，都學到好多嘢㗎。而且最開心嘅咧係老闆都覺得我哋好幫到手。好似我咁啊，以前我好內向㗎，自從入咗嚟讀之後，變得好主動同埋好積極，學識點樣溝通，出嚟做嘢都易啲啦。呢度地靈人傑，吸啖空氣都清新啲啊！唔怪得 Ivy 沙田嘅學生又玩得又讀得書咁精靈。